太癲。特朗普早排一出嚟就講一句，結果 Dell 之後冇幾耐就單日直接升超30%。但最癲唔係呢個，而係好多次都係佢買入完之後就講幾句炒起嘅股票。如果由佢相關申報記錄附近嘅價位去計，佢買入完 Dell 之後升咗超過200%，買入金額是過百萬美金級別，粗略估計帳面利潤等於超過2000萬港紙。你以為只是巧合？除了 Dell， 仲有 INTCWU 這類的股票買入都是同一類劇本。好多時候，當普通的散戶見到新聞先追，股票已經單日升咗20-30%，但原來現在有個公開網站是可以查到特朗普相關股票交易申報記錄，包括他幾時買咗咩股票、買入金額的範圍、幾時申報等等。但我唔係叫你見到特朗普買就即刻衝入去追，申報記錄唔等於買入信號，但可以係一個高質股票 watchlist 來源。大戶點樣收埋都好，最後一定會喺市場留低足跡。如果你想要呢個網站，睇下下一隻潛喺特朗普點名爆升股 ，follow 我留言666，我 send 條網站拎俾你。